再打一下啊，这样打。大锤落得用力，塑形再敲打，动作不断反复，光看就让人感受到累。以前很辛苦哦，以前这样拉，拉好了红了，师傅就屁股打出来，你就要打了，你就把这两个再打，这一下，对，这样打。双手依旧忙碌着，林家的老字号走过100年历史，50年前用的器具静置角落，如今全成了古董记忆。羊毛节，对，很丰盛啊。那还有大雪山林业公司开发也是很兴盛，东西横干公路开发，知道吗？所以当时都要用到这些器具，对不对？全部有。东市本街上一度10多家打铁店，如今只剩3家苦撑。老师傅靠扎实功力留住客人。他拿走了，马上修，马上等着就走了，拿走了。采访中，林景煌很难定在一个点，磨刀来来回回，完全没有停顿的时间。这样好了，哎，速度同价，就速度好快哦。哎呀，这个训练起来呀。哦，训练出来给训练出来的。对。所以你就是磨，然后再水磨。水磨过就好了，然后这个就是用了几十年，本来不是老的50、60年的刀子。以往拜师学艺得扎实，3年4个月，师徒间教学相长，各取所需。但环境改变了，求艺者讲速成，在供需两难间摆荡。你的100年老店，你有心理打算，它就在你这一代就还不一定哦，我还有人想要给我那个。满头苍苍白发，已经66岁的他依旧健朗，还发下宏愿，要再打拼20年。100年铁店会在第3代画下句点吗？老板说，本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但现在有个年轻人想拜师学艺，让他重新看到了传承的机会。属土懂点，训练出来嘅；属土懂点，训练出来嘅。